的手为什么冰冰的？因为我体寒了。你喜欢吃辣吗？喜欢啊，你不觉得我很辣妹吗？一点都不辣。你不觉得我？好啦，今日要介紹嘅地方喺邊度？就係湖貝站嘅 A 出口，出到嚟咧行右邊咧，大概行5秒鐘就到噶啦。嗱，呢一間咧開咗差唔多半年嘅奇谷湯泉啊，入到大堂位置咧，裝修都幾華麗。而呢一邊咧亦都有價錢牌嘅，咁啊詳細咧就睇翻大眾點評啦。另外咧佢有24小時肉票，再加自助晚餐同埋自助宵夜咧，咁就158蚊嘅啫。好啦，唔講咁多啦，依家即刻入去先。入到去第一時間咧就唔好講優點啊，講咗個缺點先。要行過呢條樓梯咧先去到噶。咁啊，呢條樓梯對於一個年輕人嚟講咧就冇問題嘅，但係對於上咗年紀嘅人嚟講咧都有啲吃力啊。嗱，右邊呢邊係女湯入口啊，即係女賓部。左邊咧就係我哋男賓部啦。咁我哋行入去啦。其實個更衣室咧都好大嘅喎。嗱，換衫嘅位置咧，四四正正。嗰啲 locker 咧，個好好笑嘅地方就係咧，哇！咁高嘅 locker 邊個可以用到咧？個設計都少少奇怪。另外咧講下佢嘅配套啦。剃鬚刀啊、牙刷啊，呢啲全部都有噶啦，基本嘢啦。咁我哋睇下佢哋嘅浴室嘅地方。私隱度幾高噶，佢哋有浴簾噶，唔係嗰間水壺都有噶，呢間唔錯。睇下啦，佢哋有洗頭水、護髮素同埋有沖涼液，仲有洗面膏添啊。咁啊，另外要介紹下呢個嘅花灑。呢個花灑咧，佢唔係智能花灑，不過佢有個溫度啦，同埋咧有你用水嘅時間嘅。另外咧，出面有個大浴池喎。呢個浴池咧係恆溫嘅浴池嚟嘅，咁啊39度啦，暖粒粒。佢哋仲有一個乾蒸嘅桑拿房，咁呢間房咧都大嘅喎，差唔多可以容納到10個人左右啦。另外咧，佢哋嘅換衫嘅區咧提供一次性嘅衣服啦。另外你見到啲毛巾咧搭得都好整齊。好啦，出去啦。咁啊，你見到呢個水吧位置咧，佢哋有職員咧幫你切水果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另外咧叫咗杯凍檸茶飲啊。我哋再睇下水果有咩食啦。咁啊，香蕉啦、番石榴、雪梨，哇，好大個西瓜添啊！另外仲有橙啊、蘋果、車厘茄、芒果同埋火龍果。有見到雪櫃咧，大部分都係樽裝嘅嘢飲嚟嘅。咁啊，冰紅茶、七喜茶類啊都有㗎。呢度晚餐係5點半至7點啦，宵夜咧凌晨嘅12點至1點半。好啦，睇下用餐嘅位置咧。你見到座位咧都比較多嘅喎，另外咧靠窗邊位仲有啲卡位坐喎，環境都唔錯㗎。依家咧就5點半時間，菜式方面咧有成11、2款菜式啦，有菜有粟米，咁咧你見到仲有咕嚕肉，仲有3點蟹添喎，隔離仲有排骨，哇！有啲豬肉丸啊，一啲唔同嘅菜品，哇！蜆都有，最後仲有炒飯添。食物款式都幾豐富嘅，我覺得158蚊咧，仲可以食2餐嘅自助餐咧，都唔錯㗎。我同朋友咧都攞咗唔少嘢食啊，特別係蟹啊，竟然晚餐時段有蟹食啊！唔知道宵夜時段有冇啦？揼完骨按完摩，夜晚宵夜時段咧再食多轉。呢間水會咧都好大嘅喎，參觀下先。有個叫紅磚蒸房，應該係一啲少少熱熱地啦，但係又唔係話好焗啊，好熱嗰種。咁啊，俾你休息用㗎。咁我哋去隔離睇下啦，有個遊戲機房添喎，裡面有好多唔同嘅 PS5，睇下有咩 game 玩先。啲 game 都幾多嘅，唔同嘅打網球啊、賽車啊，同埋一啲對戰嘅遊戲啊。咁我哋去隔離睇睇呢個嘅榻榻米區啊，有個4個位啦，咁啊全部都係榻榻米嚟嘅。咁啊最左邊有人瞓緊添啊。咁我哋睇下電競房，電競房有3部電腦啦，俾你提供翻俾客人咧可以玩。呢啲全部都係唔使額外收費㗎，全部免費。咁我睇下吸煙房先啦，因為呢一度係禁煙嘅。咁啊，唯獨有個吸煙房咧，你可以喺裡面食煙啦。雖然唔係好大，但係咧都有3、4個位啦。出面位置咧亦都有個休閒區啊。咁啊，呢個位置可以同朋友食下水果、傾下偈。我哋再去睇睇大堂位置，每一個座位咧都有佢嘅獨立嘅屏幕嘅。咁啊，可以睇下電影啊咁樣。不過坐最前排位咧，亦都有個 projector 可以咧睇下唔同嘅節目。咁啊，嚟緊世界盃，如果喺度睇波嘅話咧，氣氛咧一定好好啊！入房間啦，咁我睇下房間咧個空間都唔錯㗎喎。咁啊，呢個房間咧個座位咧就係可以坐喺度啦，瞓喺度都得嘅，有啲類似大堂嘅座位。好啦，咁我依家咧等技師入嚟啦。你好，我是905，很高興為你服務。你幾號啊？
我是905。05年嘛？你怎么知道？真的吗？对呀、我是05年的，我才选这个工号。那你哪里人啊？广西的，那你在这里做了多久时间了？很久了哦，从开到现在，你懂说广东话吗？听得懂一点点。只有讲广东话的粗口怎么讲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吗？我教你好不好？好啊。仆街啦你！知道是什么意思？我听得懂。你听得懂吗？对。就是要你走路小心一点哦。我还以为是夸人的意思呢。你有没有吃过螺蛳粉啊？那螺蛳粉很臭哦。很好吃呀、我们香港吃螺蛳粉啊，很臭的感觉。很好吃的，你下次吃一下啦。可能是没吃到正宗的。那你吃的臭不臭的？臭啊，不臭都不正宗的嘞。这手为什么冰冰的？因为我体寒了。你喜欢吃辣吗？喜欢啊。你不觉得我很辣妹吗？是不是觉得你一点都不辣？你不觉得我很辣吗？啊？什么？真的假的？不是有一点点辣了，小辣的感觉吗？哇，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吃螺蛳粉了，他们很臭啊，跟你的脸一样啊。我的脸臭啊，就你一个人说啦，真的。是吗？真的。觉得我的声音怎么样？很 man 啊。那个声音呢？觉得我是一个香港的明星，很矮的那一个。哦，是不是胖胖的那个拍电影那个是吗？对对对，哦，我知道了。那个声音很像他吗？你别说，哎，真的有一点哦。有一些电影啊，郑智慧的电影的声音啊，也是我配音的。真的，真的。那你可以按完摩之后，你可以给我个签名吗？当然可以啊。这样子啊，那太荣幸了。其實你的臉不是那麼臭，那你笑的時候啦，也挺漂亮的。是嘛？笑多一點哦。好啦，同905咧都傾得幾開心，按下按下就到鐘啦。咁按完摩之後咧，去到12點啊，凌晨咧仲有個宵夜食啊。咁啊，依家即刻出去睇下咩食先。你見到有炒麵啊、饅頭同埋有菜啦，同埋特別有鴨喎，呢個係燒鴨嚟喎。咁啊，賣相都唔錯。隔離仲有海鮮喎，避風塘炒蝦啦，仲有啲臘肉臘腸，同埋呢一個咧睇落去好似茄子，其實佢係豬肉嚟㗎。另外有番茄炒蛋，隔離咧又係有啲唔同嘅炒菜，呢一個辣辣地幾好食嘅。另外仲有湯啦，同埋有粥添喎，粥咧有2款啊，呢款咧係玉米粥嚟嘅，另外仲有白粥添。咁啊拎翻埋位啦。嗱，呢個食物質素咧睇落去都唔錯啦，158蚊正裝咧，仲可以食2餐，5點半個餐晚餐咧就睇落去又更加豐富，因為有3點蟹食。好啦，唔講咁多啦，補充完蛋白質之後咧，要瞓翻個覺先，下次再其他水會再介紹俾大家啦，拜拜。